纽西兰的牛奶为今年开始入来台湾免扣关税，咱台湾的年业协会估计，若是业者走去买较俗的进口牛奶，短期内台湾的牧场可能会收真济起来。有牛奶业者烦恼，超市的业者会改用进口的牛奶。有家长甲教师团体伫行政院门口集合，话讲爱阁有大班有青领政策，因为部分教师不满行政院进前宣布停办。不过，这个团体代表认为，应该持续予学生囡仔啉国产奶，为着学生囡仔健康，更加为着照顾本土酪农。纽西兰这个牛乳零关税的这个议题啊，势必会打击甚至打垮本土的酪农啊，可能会衍生出新的家庭问题，甚至社会问题。大家是为今年开始，纽西兰液态奶会当免关税入来台湾，真俗的进口奶冲击成本较悬的本土奶。奶业协会指出，伫签署协定10多年前就知影有这项，不过10年来政府虽然有准备，却做无到位，国家大班有青奶的政策不明，即马都要进口入来台湾啊，实在无法度乐观。对方的部队已经开到城门口了，我们自乱阵脚，又整个就垮掉了。协会指出，10年来农委会补助酪农更新自动化生产设备，不过需要抽签，规划精选本土牧草来降低生产成本，也无看到效果。若是年品种成本的考虑，用进口奶代替本土奶，短时间内恐惊大家拢无法度维持。短期间内就是一定会看到很多的乳牛场会关厂，按照目前的步调跟目前政府的配套措施，来不及稳住或来不及救。酪农虽然知影本土奶养殖的真鲜，嘛知影挑战真大，希望推销本土青奶标章来做产品的分别。不过即马也卡掉的，敢讲敢靠个人对国会的忠诚性。最怕的是在可能是手摇饮料市场的部分，他可能选择比较便宜的一些西兰的乳品的话，就会排挤到我们国内鲜奶的销售量。去年底，农业部已经表示，一直伫协助酪农提高生产效率。最近10年来，青奶产量成长3成，也已经拟定产业转型升级计划，所来会协助小农青奶产品导入甲通路合作，加强甲连锁饮料业者合作，增加国产青奶的使用量，加强食农教育等，甲酪农做伙迎接挑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